你妈妈的状况，敢会愈来愈歹，你着要有心理准备。若是有闲，较食来陪。你平时无是安怎趁钱趁甲安尼哦？身体会顾呢？安尼下班啊，安是顾趁钱，顾甲捌人较好，捌钱哦，毋通一直顾趁钱伤命。妈，安怎啦？爸死去，你会艰苦无？要啊，但是安尼，我要甲爸的物件收收的摕去等掉。袂用哦。恁爸爸物件我要提哦，你莫甲后白等哦，当然大主大意哦，吼，会记哦。你毋是讲你讨厌伊，无爱伊，你留伊的物件要创啊啦？谁讲的？伊讲啦，伊讲伊讨厌我，谁讲的？伊有甲伊讲啊？哈？莫乱讲哦你。